2025年5月21號，香港終於立咗穩定幣條例草案，開始為法定貨幣支持嘅穩定幣發行人推出牌照制度。啲人話吓咁攬硬先出，仲有 Q 用咩？所謂唔夠人快唔乸緊要，快未必一定好嘅。最重要就係揾到件事嘅支點，唔好亂狗咁衝。最緊要夠硬、夠準、夠持久。以前香港玩 Web3 就好似約炮揾 SP， 大部分 Web3 項目搞到好似一夜情嘅通病，連條女要咩名都唔知啊！不在乎天長地久，只在乎曾經扯旗立威，打個冷震就算啦。想發展多進一步，深入了解多少少，多以五官尚可，但三觀不全。何定山盟海誓呢？所以要先插入法規，才算真開波打真軍。香港立咗條例，即係同全世界講，你想玩穩定幣啊？唔再係靠 feel， 靠牌照，靠法規，靠插入制度。就好似以前肥流開房唔帶套，靠彩數。而家唔好意思啦，先戴上頭盔，戴好套，蒙頭先入閘。有監管先有信任，有信任先有長情資金。急住意射，快冇高潮。要中得準同硬着地，才有穩定之實，長安之妙啊！穩定幣唔等於情趣玩具，而係長邊條約。穩定幣就係金融界嘅藏技，唔係你有幾快幾多下，而係你揾唔揾到對方嘅支點 ，hold 唔 hold 到尾。香港終於由情侶爆房搏長期飯票，升呢做到談婚論嫁式嘅契約，而穩定幣嘅條例就係呢段關係入邊第一張有承諾嘅床單。古語有云：細水長流，方得始終。結果開花，埋街飲井水。玩得開，收得穩，仲要走得正。香港人終於識得唔止做情人，開始識得做老公啦。多謝閱讀，鹹中得道。下集尖尖 Sir 繼續鳩唱闊談。多謝閱讀，鹹中得道。下集尖尖 Sir 繼續鳩談闊論，周唱不聞，純屬文化延伸演繹，承向香港北文教父跪安。